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声明称，17日，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台湾岛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东部战区发言人石毅说，近期美台频频勾连挑衅，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已成为台海安全风险的最大祸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声明表示，美国可以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但塔利班要答应尊重人权、允许女性入阁等条件，并且与阿开达等恐怖主义组织撇清关系。另一方面，塔利班在阿富汗喀布尔召开首场新闻发布会，塔利班发言人表示，不希望有任何国内和国外的敌人。发言人并表示，只要女性遵守伊斯兰教法，她们的权利就会得到尊重。韩国和哈萨克斯坦举行首脑会谈。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托卡耶夫表示，愿意与韩国合作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脸书8月16日把阿富汗武装组织塔利班定性为恐怖组织，并禁止塔利班和支持塔利班的内容在其平台发布。脸书发言人称，公司如发现任何与阿富汗受制裁组织有联系的账户 ，WhatsApp 将采取行动。有金融大鳄之称的投资家乔治·索罗斯14日在《华尔街日报》专文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全世界开放社会的最危险的敌人，而全体中国人都是他的受害者。索罗斯写道，习近平有多个在中共内部无法自圆的矛盾，大大降低了其领导的凝聚力和有效性。他的信仰和行动之间存在冲突，并且在美中之间冲突不断的背景下显现出来。土耳其外长表示，积极看待塔利班发出的信息。土耳其外交部长恰乌什欧卢表示，我们想说，我们积极看待塔利班到目前为止在阿富汗发出的信息，我们将继续支持阿富汗的经济发展、稳定、和平与安宁。土耳其共和国中央银行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中央银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发展两国在中央银行问题上的合作。